我改风，我一个小说家，对艺术家朋友嘅咖啡馆里，等一个老朋友，点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风法。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看暗上风法，我係改風。今日安俾你請到一隻好朋友，我係咧下台中市的稅務的副局長，我係一隻當有名的作家，很多葉國居葉老師，佢一隻用做數大算盤，有數來寫毛筆的一隻作家，我係一隻稅務局的公務長官。你先請葉老師、葉國居老師來讓你的觀眾朋友帶下這個。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葉國居。假如講我嘅葉老師哈，用做數來打算盤，用有數來寫毛筆那樣，那兩件事情哈，讓我突然嘅人生那樣走出。哦，我知道係我自家嘅興趣哦，因為我從細是係到客家農莊睇嘅，家下哦，係你客家人講哦。該會做事哦，會識判是會做事，所以我細細時間哦，做當到天使。2年生的時間哦，該國語的時間，我是容易拔毛渣。4年生哦，我是開了一張用盤哦，滿堂容易洗天哦。跟我一啃牛的嘞。係啊，啃牛我就啃過，滿堂容易洗天哦。我一直哈到高三暑假嗰幾年哦，我是個永安漁港容易洗天，洗天轉來時間，頭頭講大學聯考放榜。我在想說啊，我終於可以脫離這個農家的生活了。考到太好了，因為有天哦，起到降天哦，是才不怕降3-4天，降天降到這個會降。那起到考到太好，覺得說是要過着另一個階段冇窮人的生活，有天啊。佢考到太好以後，所以就開始寫詩誒，太好嘅時間。因為考到太好，葉老師應該唔係讀。文組的，然後上來哈。其實哈，我這個心裡面新冠讀哈，其實當上投個文學系，不過剛考試些分數沒考當夠啊，剛下就給客家莊啊，人講啊，講了一句話說大學大不孝啦，按照太好太不好。他認為說，給讀書啊，讀當過，還白哈，畢業了以後畢業以後，是不是結了當然是不會孝順父母這樣子啊？可是呢，我爸爸我媽媽哦，基本上講。你莫管你的事情啦哈，但是哈，你讀書的時間哈，因為有酒倉嘛，酒倉哈會叫我按多錢，讀出來一點肉肉，所以講，跟你莫讀文學系哦，跟你讀財稅系好嘞，所以我就當時就決定念財稅系。所以那件事情呢，其實都葉老師一直太好嘅時間哈，你慢慢的讓讀財稅系，你讓有一種乜嘅契機呀機緣本。開始拿筆去了。其實我覺得剛才來幾個新冠讀，其實就是一直有這個夢了哈，就是對文學，而且都幾個有幾個興趣，我76年的時候，台灣畢業，來87年的時間哈，來入念安部哈，不張夢哦，這個起來的時候啊，就是哈，用念啊，這個浪汗啊，滿身啊，流到背囊骨，我老婆就講說，你也做買東西啊？我講哦，我不做噩夢啦，叫我本噩夢係拄到鬼嘅哦，我唔係拄到鬼，我比較拄到鬼哦，哈那等一講，我夢見哦，我微積分不及格了，實驗字係哦，我畢業實驗字係哦，夢見我微積分不及格，最主要嘅原因是講，我讀大學嘅時間哦，老師到上頭上微積分，我就下頭哦，考一本散文書，就是很認真，因為我覺得我骨子裡面哦，是對文學，對文學有安樣，就是不能忘記這樣子。結果到的太好4年生的時間，5月嘞，大家專門轉着回鄉去了，都已經畢業了。我自己留下了台好啊，因為我還在準備就是我們微積分的補考。那時候啊，我微積分哦已經3修了。我跟高老師講哦，那個3修是很可怕的。我講過3修，早啲4修、5修、6修，現在是可以。家下哦，你係講係安樣嘢哦，3修係冇合格哦，你點會不撤出學籍？我對我來講，我自己覺得說，我壓力動態，因為我起到我爸當年哦酒倉的時間哦，所以賣穀啊，你客家人講按照挑穀，挑穀哈，我覺得還好，也有種按照挑穀槍的意思就是說，
这个稻子里面哦，在田园青青的时候啊，是按照跳楼大拍卖，是买它的跟买价钱哦是便宜。那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我如果微积分很摸合嘅，读实验数有摸到的毕业证书，那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啊。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很大。最后我在惊涛骇浪中啊，就是微积分用破眼呀，后来合格的，所以那时候，你下来想起来哦，刚刚之前是讲，刚微积分不及格，我觉得挑工啊，是我当时来讲是我的人生的梦魇。对你下来讲，而且哦，其实那是一个美丽的恋人啊，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说，狗了这西产之后，而且都讲，其实个挑过该件事情哦。你提前你合格的字体哦，一直就是要有戒忌的心理，要念念有如临敌日啊，觉得随时要有戒忌，那我觉得会更加的哈惜福啊用心。专门会按坚持一天爱写文学，那件事情哦，叶老师有去他想过吗？为了讲还没出来个出路，你是嫌财税系，但是呢，自己心里面哦还是有文学的那个梦想啊。起头哦，这个从叫电上，那今天我起到这种电哦，明明知道说这个作家之路遥不可及，可惜到这个哦，他那空跟对机，最主要是原因是讲，我走来读文章阅读哈，可以看见自己，我觉得可以反省自己，所以我一直就是坚持啊用心。你看给下次条路上，这种给发这个。明知山有虎，在偏向虎山行。对。就你讲那条路唔好行，咩难行。係啊。所以上年關到不嘅地方，關到一隻房間地方，關到一隻作嘅當杯，就獨自去面對嗰隻規則創作嘅過程。那喊你願意可以上去做。不過老師按到作品啊，近期的作品，其實它都表現嘅方式其實係想用散文那樣嘅一隻文體。所以老師，你會因堅持而用散文呢個文體來做自己嘅文學創作一個媒介。而且都講散文哈，我覺得這個可以表現這個嘅想法用心。其實我提這本書出來的時間啦，我常常受到一個很大的困擾，是大家把用英文問來講，你啲嗰啲散文啊，都是講嘅係正經來，也係假啊。我覺得我給人家問得非常的困擾。後來哦，終於界定了一件事情。那其中那些散文哦，即便我過去在參加文學獎的期間哦，那種散文哦，我覺得雖然我常常用第一人稱都可以寫散文，但是哦，那其中那散文哦，係真情的，是真情的。所以哦，那後來界定個散文的界限的時候，那大概把那種該和尚英講，其實散文寫散文最主要是真情。我覺得那個真情哦，比真實還要真實。上海哦，真實哪種世界的？我覺得要有一點點的虛構啊，然後到達文章這個嘅理想嘅用品啊。所以葉老師咪會有些感覺講，其實散文裡邊沒有一些虛構嘅技術成分喺裡邊。有，但大部分來講哦，是我覺得說是我自己生活嘅真實嘅經歷，那不見得係那幾個，所以用時間，我覺得會用部分的這個虛構來完成。但是我寫《客家心事》兩本書嘅時間，台題來講哦，專門係那幾個真實發生這個身邊的故事啊，用品。家有講到吼，其實你有寫到當到老客家有關係就點，有乜嘅係老人，喺上嘅時期，喺細時期有關係嘅故事冇？有啊，有當到嘅後生時節嘅故事，為咗用品啊，比如我大家比方來講吼，從喺細細時間哦，講嘅你講嘅七千塔嘅事情，我同我太太結婚嘅時間，因為我太太係河洛人嘛，佢長嫁來我部客家莊嘅時間啦，其實開始開蒙協議啊，就是錙銖計較，他就是每一個字他都要問得很清楚，你要用心講，你要用心講，你要用心講，因為你啊，其實去到外媽翠山度，其實講啊，cái 九層塔，跟永英講啊，他講九層塔，可是七層塔吧？他說哪一個七啊？是七是什麼？我才突然猛然發現講，哎呦，個七層塔是1、2、3、4、5、6、7的7。其實講，個九層塔因為變七層塔吧，他心裡覺得很訝異，為什麼？你客家莊的九層塔吧，都就是閩南莊的就九層塔，都客家莊會變七層塔。我自己從來沒想過了這件事情，但是因為我妹哦，我妹因為個七層塔都七層塔聽人講係九層，因為你客家莊會少兩層用起嘛。佢講哦，叫你客家人哦，去台灣的時間，好嘅地方哦，專門本人
占据去了。他说没都散档啊，我是都回顺莫配啊，种出来啊，去听他吧。少年娘才那样子嘛。哎呀，我也觉得说，哎，这个有时候是跟小时候讲的东西不同的。哎，了解一点啊，去听他，还有那个想想哈。对这个时代来讲，而且到七层塔还冇穷到还冇用，而且到七层塔少了2层，还不你客家字体哦，有一个永远向上励志的目标。我想刚刚上一堂唐给叶老师讲到，当到今年开始写文学作品那件事情，我想下一段的时间就开始来看叶老师到底写出来乜该文学作品，你下一段让人看。就去交流写破的时间啦，可能爱破主的破呐，吹读啊，专门系讲硬发完一个，还是讲有冇专门系硬哦？破讲硬迄种冇食反应啊，讲刚刚是讲俺们那个煮硬是好嘞呀。你阿婆人加个蛋白质啊，加蛋白质。可是我同妈妈讲，用生物技巧跟老人家三边摸紧冲起来，上供大家，俺不跳2点钟。莫名其妙的，只敢被夯转起该遗物的颜值。各位大家好，你上当抢到给叶老师来讲当到其实是跟老文化有关的故事啊，当然说是一作作家哈，青花的方式哈唐吉讲法以外，青葱一件事最脱假书啊，青花的方式是脱假书。所以你呢，等下先抢给叶老师哈，先来偷一段这个朗读一段几种法，那书底包一段。好啊，来。几种法，你看该民音法向唔为差，该律法寒水向，抗电轻轻奔马沙。几种法系安样，落，照心走到日头恰恰。几种法。你看该阿婆日落日开发，该类法拍摄摄，呛死便拍法为了解。也类法系安样个人然，年快点啊！我懂。你边真个像有些念迄用人讲那个美国人用 rap 来讲法，就像伊只用 rap 的方式对念哦。佢其实有几家堂都讲阿婆越落越快发。日快发，错。我说其实几只念过去就有一种旋律感哦。旋律。我们老师的记者嘛，其实有谱成歌曲，没有写成一张 MV。我想你在段先来看一段几种法 MV。在家乡，佢哋熱淚拍將嘅花，熱淚花，佢來就唱人家電一記家，打坐在天然山。客家莊有一段的距離，來大家會想起那個客家莊，來提頭誒，就是改思遷。我覺得它是一個普世價值的花朵。讓一條辣辣天空轉風茶。唔感到哪位心肝青菜心跳暖意記着一種花，你看該民音發響唔會差，該類花。我入會發，為什麼？因為佢後生的時間霧嗖嗖嘛，到了年老的時候，它就越來越白。所以我講說，有一朵花是越老越開花，那就是季中花。季中花，你看該阿婆然落然開花，該綠花拍謝槍刺便拍花為了家，呀綠花，黑暗用給融然，年開的那。刚才看到就是几种法 MV 哦，其实当时我们给老师哦，就是一本书很多几种法，就那底部一种几种法阿婆调啦，当波叫做法器。对。可是个因为有一种安样的意象，然后你再结合就更好咯。哦。刚才讲起来哦，讲只故事，本高老师谈。其实我细细的时间，我起到起个清惨。唔认识的时间哦，
当一天啊，专门为转去落转屋下来食盘，用去转来食盘的时间啊，可能破煮的盘啊，菜刀啊，专门很硬供硬。那我这小时候啊，就是不会体谅别人，你知道吗？我就把那个饭碗一割，还是讲。你有冇做乜係嘢哦？我婆講，喺嘢度冇食飯煙啊！佢講，嗰時我暗下嗰啲煮嘢食好嚟啊！你阿婆讓加個蛋白質啊，嘛？啊，加蛋白質。小時候我就覺得唔會體諒別人。他開始講練南嘅時間哦，轉那時間，他可能阿婆哦拿了就那個油盆，然後呢就在那個走跳啊，佢出門下跳，然後跟油盆哦用手棍哦，然後就是那個野貢啊，一扎一扎挑走。我突然看到我阿婆。怎么突然头发已经变白了？而且我可能一动辛苦啊，这个中午的太阳可能非常一条动态，然后黑色素啊都结起光。我觉得看他的发际哦，从一类发上，一类发孔咯。后来哦，我开始让该郑朝芳先生哦，结合的时间是讲去做歌曲。哦，我咧写歌词，我是想落咧基中法，我落去写下咯。写基中法，我是落基中法、疗愈法。阿婆跳那团的移种发嘛哈，而且疗愈发哈，它是一个会移动的花朵。它白天的时候呢，还都天然善雅的，它阿婆跳的时间会转到其他不卡。我觉得它的香味呢，就是来泼汗水、很水的香味。我觉得它的香味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我发现这朵花还入落入开发，因为来泼紧落的是这个发际紧落紧泡，而且疗愈发哦，还开在我们哈嘎肢体哦。成为力量形式所俩腿音哦，我觉得它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花朵，它开在我们客家人、客家子弟的心里面，所以我当时写的这一朵花，那种体重法。你喺家当中当有趣的这种记忆啊，全部都阿公阿婆给他时代传下来。而且上一批的一只记忆，韩国的记忆啊，对你家人来讲，其实係当重要的一种，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最文化啦。所以讲，你讲客家文化嘛，其实就会上一辈当中有一只记忆，叫经验。那你用去传承呢只经验和记忆，就变成讲，其实迄俩安尼谈论到客家文化时，是当中有一件事情。错。所以我没有想到讲，其实杜老师的作品里边有一只词汇，有一篇作品，很多和细细。和细细。和细细。其實我想和細細客家話你有講，其實我未念唔出來你嘛。當然唔對念，啱念當然念和細細呢隻詞彙啊。你得用一念哦。我想個賢昌葉老師來談下和細細呢三隻詞彙運用誒發生呢樣嘅。因為我做跳路之後，我是到推中上班嘛大概100年的時間，我是會轉突然感染。我就禮拜我是轉突然感染的時間，我是在我爸爸去感染食盤啦突然中間經過了有一個很大的廣告的招牌，上面寫着移屋，移就是遷移的移嘛，移屋。我看我爸看到動眼睛，一緊看，一轉去的時間其實那去做到那下寫個移屋的移。我一看呢，他寫的字怎麼分得很開啊，變成和細細這樣子。就是三隻詩字源拆開來啊。其實我講叫乜嘅一路細屋噃，我細屋。跟市場嘅熱咯熱咯就是蝸牛嘛就像蝸牛搬家是一樣的。要考像蝸牛搬家，後來安逸10年後，20年後，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想錯了。我覺得和細細移屋不是蝸牛搬家，認為是到該招牌該烹順又認來個通海屋，通海屋認為可以西濱公路的時間，整間該屋塞在位。因為他覺得說拆掉太可惜了，龍英家是講要保有這間房子，我一定要這間房子。結果呢，就用移屋的方法移到400公尺外的水利地，而且半坡你動了一間動快樂的時間呢，他覺得他保有自己的房子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快樂啊。可是我同我媽媽講，用社會之後該龍英家三邊摸緊衝起來，該龍英家大概擺上供搬家，暗不跳2點鐘。莫名其妙的，去搞为夯转起该遗屋的颜值，我后来才发现，两种蝸牛搬家摸恐龙，后来是影响一件事情其实蝸牛搬家，他把房子跟心都搬走了，可是呢，遗屋我觉得那个保有，跟拥有是不一样的。你讲享受那个感受，有没摸恐龙的事情，所以有转了2只回收后来想该和细细。整件的和细细，而且和细细不是和加多，它不是越来越丰盛。有一叫龙英家来讲
我觉得土地是连心的，它移开了，房子虽然保有了，跟不有嘞，但是它没有变得很多，就是没有变得更加的丰富，而且它越变越少。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夕阳啊，我觉得就好像说，快如日黑哇，不看该丑呀，是上万后，无啊上万后。我觉得它不但是老人的夕阳，而且呢也是农作的夕阳。所以还有类似这样和细细两篇文章，哎呀。这篇文章还提到该中2014的年度散文奖。哎呀，我就想说，这个我要好好的客家书写，因为还有客家种的故事。我说了一只诗哦，唐家老师那种一技术以后，其实佢出现同多层次的一只无可用的技术的方式啦。当人家对一只地方给予一只那种20-30年的习惯无办法改变佢哋，佢所以當初一定要做嘅張元芳嘅衰退。OK， 唔來使做，幾行400公尺張元芳嘅衰當初嘅。可是冇可以啊，所以我說遺物呢個感覺，其實談到當多，其實係啦土地嘅連接有關。不過對於城市來講，老師會感覺講城市沒有一種新的土地感，會有安樣一種感覺嗎？我睇到你鄉下而且鄉下冇形容，我覺得鄉下從來咩大家來講，鄉下天那個奶啊，是用你能肉片咯，你講奶肉啊。我覺得該係土地連心的一種，而上海還會想象講，其實土地對你老人家來講，因為其實聲音專門都係鋼片，而且都會給我流的水啊，我覺得就好像我自己的血液一樣，我覺得上一代給我傳承到下一代，我覺得該耐用就沒用了，我覺得開始係講老人家自己一種心力，其實這個土地也是要遺傳流傳下去的，而且都。下冇強啦，為數是講，你倆係後生人咯，佢對土地嘅感覺啊，冇你個老農哦，啲聲音鋼鐵音哦，個感覺很親。而像喺當年時嘅按照來看，葉老師有那一本新書很多客家心事，那本新書其實談到當多，所以用嘅客家詩來講一隻客家嘅故事。你喺當年時嘅章，你對那本書嚟慢慢嚟談。我的阿吉5個鴨這樣子，噼噼啪啪跑到我面前，然後呢伸長它的陽莖好像要咬我，說我這個講話應該摸食材，我要用呢，馬上這個劉張猛突然間醒來突然滿身冷汗，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愛國。梁馬師講，個蛇王菇的事，我突然覺得說，個蛇王菇就是中二病，我覺得早就預言好。剛你上兩堂其實談到當多葉老師老文化有關的關係，沒談到當多佢樣影響客家的一件事情。當然你剛剛談到作為老師一本新書的《客家心事》這本書，其實這本書裡邊其實有當多種特別的意思，就講你用客家詩去出現一種新形式的故事。書裡邊有一隻老師特別談到一隻中二病，那種黨潮流的一隻詩人的中二病。老師，你要用客家一隻詞彙或一隻想法，去聊中二病安樣一隻按摩登現代詞彙連都困難了。好，那就今日來談來講，佢講那就給親切嘅模樣，覺得說他就是中二病，那恐怕講老中二病這個中二病就是那種價值觀東倒西歪的價值觀，然後自我感覺的良好。那種金永天佢講個聲音佢講如果個韓星某，如果祝他生日快樂的話，他這倆聲音傳來前專門的本機啦。我談到有個清音重的時間呢還是講來提到梁先生的時間，國中2年級的時間個中二病，而且就中二病還是想講一個中二病，剛才呢國中2年級的時間60班煙，剛剛你讀買個這個美匪建交啦中美斷交，剛好時間因為該頭兩年的高中結束，當年知道了以後呢，全校的心情都唔好，而且跟老師講兩件事情講到叫起來呢那我們同學呢，每一個都非常的非常的激憤，非常的痛恨美國，痛恨共匪那個年代該
都结尾时间哦，跟老师讲，那我们学校啊要发起乐捐呐，乐捐哦就是要买什么？买飞弹啊，买子弹啊，要强盛我们的国家。刚开始讲讲，哎，那我一定要捐献一下呢。我甚至啊，我想啊，我拢来各位散服啊，专门捐出去好嘞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动爱国有名啊。但是回到家了以后，我什么都不敢讲，因为我们家其实没钱嘛哈。你个钢铁人啊，都是唔包的，他就买个签，捐出一本年，捐出一本年，从小。他想爱国不落人后呢，我总不能没有钱吧？那刚好走一点时间，那就退买妈妈的钱呢。买妈妈的钱啊，扛当好势，因为啊，该去首饰啊，可以来去投降就系话，汉瑞那该去投降的首饰啊，可以另外一只来投降，从那里头，来到退了该投降啊，退了10港元，每一个都是1块钱，1块钱，1块钱。那个10块钱哦，现在嘛过年过节的时间啊，吃个跳上，个跳上的馍啊，一张，来记得咯，加一两丝哦，加一张馍哦，卖2港元，哎哦10克啊，卖5张啊馍用的啦，长肉10克啊，来跳这个嘢啊，还是让你听一直捐献到那个这个什么那个箱子里面，Q，感觉叶国基啊，好像啊真的非常的爱国，有没有？我觉得60年来骂什么呢？都该签哦。不怕个地多明少10克啦，其实人哦上向题哦，很多阿公婆面前一问，讲马莎跳了10港元，来个你未记跳的嘛哈？其实你讲一毛，俺一个也讲毛，来哦也讲毛的你啊，因为讲俺半毛的时间你啊，俺也讲毛，啊半毛的时间，半毛都讲个鸭吧，都个鸭子啊，5个鸭这样子，啪噼啪啪跑到我面前，然后呢伸长他的。强劲哦，好像要咬我，说我这个讲话不该摸食材，我要用那，马上啊，这个刘张猛哦，突然间醒来哦，突然满身冷汗。我觉得后来这件事情那就没讲，完全没讲起。我觉得幸好有爱国心哦，在后面哦记起来，否则哦，我觉得一定会被自责而死。后来我躺来讲中二病的词汇的事件，于是哦，我就当众去公告2件事情。还是用挨骂讲哈，来哈几10年前的时间哈，退你投降哦10港元，退完10港元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爱国。来，亚马斯讲，个神红菇的事，哈，我突然觉得说，个神红菇就是中二病啊，我觉得早就预言好了，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按两位大师去对应。对应一只给中二病的现代词汇，咱给予做一只转世啦，一只诠释，重新的一只诠释的过程。不过说来诠释的过程当有意思啊，所以讲即马讲一只文学的作品慢慢的给我产生新的意义，对作者来讲，也对读者来讲，原因就系其实作者给当有意志，没有意识，佢想要去改变佢自己。对于一本书，也要用来教本读者其实那种变化，其实是一种当缓慢，不过其实都会看得出来的变化。所以其实黑美作来讲，其实对于叶老师来讲，客家新式的本书，一只当特殊的转换点，不嘛，会有一只2个转换点。那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还蛮匹配的了哈。因为来90年日后，我是一直参加文学奖，而且我参加文学奖，有项目的是得奖了哈。我觉得第一方面会迎合评审，第二方面是讲这个找题材，东边找一下，西边找一下，上下下客家，上下下原住民，我觉得都没有自己这个想为下的感觉用现在。后来我是想讲，我应该要脱离写手，我觉得我好像每一次为了比赛在写作，我应该要脱离写手。起头讲，2014年我提到联合报文学奖来台奖之后还是想这个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写这个为写的东西。因为我起头我系客家庄台的声音嘛，我对客家庄还有合熟，还有感情，还是想开始书写个客家书写系列，咱就2摆讲安尼客家心事用迄个想法，用迄个出书用。所以其实那本书整体来讲，其实是叶老师当有自觉意识，想爱向下一本，其实当有这个风格的一本书，这样开始。不过是到当到给
作家吼，佢大家封建的一只转片的时间，全部读到一些当创业的老师，某一天的一张你，某一天的激发，某一天一件事件那样，因为咧到年也咧到事件哦，影响到咧作家，也决定做一件事情。迄两本书的前后，迄没有一个安样特殊的人生一个转折点。有，其实影响我嘅先生哦，我其實90年的時間，我有一擺我係到新州長的文化局擔任副局長哈。60年我搶嘅吳勝老師，吳勝老師評審你吳卓林文學獎，吳勝老師啊，當什麼哦，佢抬頭子來咧，最主要來嘅目的咯，就係喺我辦公室來坐，你不見人生我去看我嘅文章，其實講哦，我談伊哦，我去看講伊嘅文章。你談過講伊講，伊平常當無閒，尤其該大學教因寫台詞，用迄，其實伊吼，唔是寫台詞，唔是去該教因寫台詞，該強龍的事件是傳千去嘛。其實講，其實伊個該條事件哦，好好的寫文章，因為佢講，佢看到我玉山文學獎，動物證明兩篇嘅文章哦，其實咯，我做得好好寫文章，用文章哦才是永遠的。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我覺得吳老師讓向我一種心態哦，第一件事情是講，來103年的時間，因為我又在聯合報發表一篇文章，是講佢和戲劇嗰篇文章。那一年9個年度的散文獎，意思選我這一篇當作年度散文獎的得主。我起了一半獎本案的時間，我覺得說我和戲劇都是客家書寫，而客家書寫哦，就得到年度散文獎的一個得主。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從了這個就有種使命，而且說這個使命就是我自己應該要努力來寫客家的東西，來從事客家書寫運用篇。老師做乜會按言辭想要一隻用按樣一條路來證明一件事情呢？我想要寫一個東西是沒有族群閱讀障礙的東西，還是參與到客家史運用篇。而且同我客家新事哦，亞種的系列到聯合報副刊發表的時候，大概把哦就當到。這種南部很多年輕的，就是他不是客家族群，給大概打電話，然後來講，他說他每一天哦，打開報紙的時間啊，他就很期待客家新事就得刊登出來。他突然發現講，其實用兩種的方法，用華文的書寫，參與到客家史，然後寫客家的莊的故事，我覺得可以得到很多的回響。像我兩班出書的時間啦。你倆讀信州啊，就信奉哈，信奉鄉就一個錄音家，佢想講，我冇想到伊唔要用一下呢，而且呢啲書啊，多看，他可以說講了一句話非常感動，佢講，他會盡全力哈，賣來客家的心事，佢講分享給很多的人，所以開始起頭講，其實來客家心事兩種嘅書寫方法哈，本當到後上音，不同族群的音，還有本錄音家。而且來講，對錄音家來講哦，它是一個回憶；那對年輕人來講，後上音來講哦，它是一種期盼。我覺得期盼加上回憶，我覺得這客家書寫，覺得好像有這樣子的閱讀的群眾，我有這樣子閱讀的市場，所以我是想講，那條路從就夯出啊。其實剛剛葉老師講到吼，這個你啊按樣一隻書出來以後，對後上年以後，對老人家以後。其實佢有冇困擾一隻回響啊，所以其實一點來看，其實大家對一隻好嘅故事，吼，係你有當到嘅期待。其實看到一隻好嘅故事，好嘅故事，做帶本嘅一種對佢上愛溝通嘅客家，有一隻樣當好嘅連接。所以我就想講，你海灘嘅時間做得來請嘅葉老師談一下。到底從葉老師一個角度來講，到底按樣嘅用佢嘅方式，然後一種臉書時代賴嘅一種時代去溝通安尼客家，好像喺段時間你將來請葉老師推下車路來談呢件事情。我想葉生你等下就來談一段。他一定是知道我數學考得模糊啦。你有冇講了？你考一下一次哈，寫得這麼公正，他一定是很嚴謹的在跟我說話哦。喺上海就講，爸爸今天的心情很好哦，你昨天打電話問佢哦，果然我那天心情很好。然後呢，爸爸今天心情不好哦，你冇打電話問佢哦。後來我才發現哦，其實我來哦，原來字的當中，他感覺到父親的存在，
他也觉得说，爸爸的性情很容易，去专门谈得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上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念一段叶老师的客家心事一本书，就写到书风淡薄就细细的，成说来当时当好，就这个念不太家堂。那先是得用过年念一篇，我再用客话来念哈。我深深相信，自在人就在，书写让情感思想得以延长。是用客话来念哈。那层层的相信，实在念就在书下，本感情思想就得延长。像列句话其实係那时候老师写是当创有一只基础啦，一只核心。咱我写到书的挺淡薄的点吼。不过写到这点吼，其实甲上一当年谈到一个当初的是如果，列本书按样的本后生人去接触。因为咧，一只按家嘅一只脸书时代，大家全部用赖做社群的沟通。佢葉老師即家我老即家些年係用賴通訊，有安樣啊？用臉書私訊，葉老師我安樣冇？有嘛是有，你講來起到講，我其實我自己會寫書吧，而且自在人就在，自如其人哦。來講一張幾年的時間哦，那90年的時間哦。在新竹染新服務上班，後來我分發到文化局去擔任副局長。文化局副局長拜六、禮拜專門來上班，因為專門來辦法堂嘛。那當然哦，因為我不怕聲音度推動嘛，後來就到新竹上班。當然走出門的時間，因為還在水墨，我們轉業時間，當然已經水墨嘞。我好像覺得說，在他們成長的階段裡面，而且呢，還沒進到。做父親嘅責任嘛，容易啦，覺得自己父親好像很不盡責。後來我想一種方法是講，我最少我會感覺講，爸爸其實是存在的。所以我大概來轉移時間啊，停一台走啊，我會為他們準備早餐。那個早餐，這個做早餐哦，做完了以後呢，我講快叉轉來做別，來上班。早餐做完了以後呢，我就會拿起毛邊紙，然後呢用個書法寫我的早餐書寫。還是講這個饅頭在電鍋裡面，牛奶在田邊上，令狗呢一撒一扎，後面還講說到校要認真讀書，那因為當然是早餐冇窮容嘛，按早餐書寫也冇窮容，那早餐書寫哦，很多年來哦，積極得非常的高，後來哦，我來哦，幾棟橋哦，幾棟我不用講，叫我。而且哦，我都該死讀啊，看得出阿爸的心情。而且阿爸根本哦，沒有很高興呢。他媽媽問他說：“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沒有很高興？”他說：“哦，他一定是知道我數學考得模糊啦。”人楊曼講了，你看一小孩子哈，寫得這麼公正，他一定是很嚴謹的在跟我說話哦。還上個孩子講：“哎，爸爸今天的心情很好哦，你昨天打電話問佢哦，果然我那天心情很好。”然後呢，爸爸今天心情不好哦，你冇打電話問佢哦，你打電話不給哦，我俾你罵啊攏講哦。果然我那天心情不好。後來我才發現哦，其實我來哦，在字的當中，他感覺到父親的存在，他也覺得說，爸爸的心情很容易，佢專門談得出。所以後來哦，我寫了本書的時間《客家心事》，那我裡面有很多的插圖，還有季中花，裡面有很多的插圖，都是我這個用書法寫的，用寫體字寫的。小台是寫的，咱每寫拼音來文章，來寫自家的文章。最主要目的是講，希望讀書、讀者，讀懂書的時間，去做咧看到個書法，也啲講，這一個讀者葉國基去寫了文章的時間，嘅心情，所以我就講詩粹，音是粹嘅用心。其實睇面，其實佢也是用這個毛筆字啊，來設一個陷阱啊，幫佢這個先嚟挑下嘢，就當你想，咁樣寫一隻黑。這個較生氣的毛筆字咁樣寫較輕鬆的話，比個打電話盤咁樣。因為一個過程其實我這個感覺其實係一隻兩代溝通啦，就透過一隻文字啊、毛筆字啊兩個方式去做一隻兩代的溝通。當然其實溝通唔係只有葉老師老一屆些年兩批的溝通，
叶老师这个有记忆无？这个老这个的爸爸交通，当然无想老这个些年了交通啊。讲起交通有嘛个记忆当层面故事无？我去到了两台音吼，我去到变化青苔，感觉也冇买穷容。特别爱布永系布永英，他是台中县的大甲人啊，台港音哈。我觉得说，其实结婚的时间哈，而且就将东西还有咧感觉怪怪的是讲，大家摆看到跟因走灾，就是丧葬法会，你还跟因讲走灾嘛哈。今男人成因的时间，路头哈，你系讲拄到个走灾哈，你那个别到三个其他的路，或者说万一真的闪不及的时候，基本上修过炸人个成因木柱，讲跟莫看，那就因哦，那成因专门投台后的嘛。一个投阳明大学，一个投中台科大，他们都是在半山腰啦哈。伊种伊转来哦，两个姊妹是在讲，我拢讲吼，那个因吼，大概好搞鲁孙的时间啦，都大概走因走灾是丧葬法会。他说他们很害怕，不可以看啊，他就弯了一座山头，从后门进去。我想讲，感觉很严重，马上告去耶。俺不用点唔敢讲话嘛，马上告去，我请龙爱细细的时间咯，俺爸俺妈也告俺走在完全冇看到。当你向行人哦走在的时间咯，俺爸俺妹哦就讲，我轮流一看，用声音哦说去看解，而且哦大家去走在的是看因走在的时间咯，该武装啊动力会，他会特技表演嘛，他会串男串女的上演什么个三藏取经啊、木莲救母啊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而且呢，你哈港音哦，我们上一代教到小孩子是不一样的。提示点哈，就是讲，人家生意考的时间，你看那个商家啊，脚短送信，他叫你说，其实你看到人家哭得这么伤心，你孝顺要及时，你也递好哦。很容易。提示点是讲，在这些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他播爽啊表演的这些故事里面，其实他也是在教忠、教孝。韩国人的声音哦，你怎么在做坏事情哦？他对那声音来讲哈。那起头就叫特别一点，好不恐龙，是讲那个商家啊，每一次在那个和尚啊做完了那个丧葬法会的时间了，唯有煮个的肉糜，你高老师有谈过个肉糜哦，就是瘦肉鱿鱼粥出来给就是参加的人吃。那起头啊，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非常期待，因为他个摸东西有吃嘛，他讲看肉糜哦，大家为上面去，大家好又张就是我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来两百去。哈利拜是不爱勾勾起的，那是默写的呀。那是设法会把它弄一碗瘦肉鱿鱼粥，先放在爱勾勾的肚脐肚里面，好像把我哥哥的肚子里面当做电冰箱一样，放在他肚子。下一次去轮到去款在的时间去买看完日完就买不爱写。而且两代教育其实那种感觉怎么买穷肉？面对安样一种两代某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就叶老师这个心底不会有一些冲击吗？一些不适应的冲击。我爸爸那样搞我，你看有拐一个弯挖一下当做搞几个声音的。会啊，首先应该起头讲，我想聊客家新事客家新事。他主要是讲，希望我也给下一代知道，其实上一代就观念还蛮亲厚的地方啊，从外婆提到大概摆他很疼我这个孙子大概摆俺妈妈去妇科的时间，根本不爱见的时间，还是会叫动来上讲哇，哭得很大声外婆是讲莫叫嘞，等他真正哄我不要哭的时候，基本门开始给我他就问我讲，干摆阿婆死的时间你会叫吗？我觉得问这一句话，我觉得你到底是要我哭呢，还是要我不要哭呢？我一直都不是随机的来讲想起两件事情，而且这是两代的观念不一样。是讲，他还莫叫，他心疼你哭，该就莫讲阿婆还买死的时间你会叫吗？还有人来想想其实因没有你叫，其实他只是说，希望阿婆死的时间，就好像刚才高老师讲的，希望最后的告别，他希望你随时在侧的意思。因为讲阿婆死还没叫台上。叫声如雷，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阿爸阿婆死的时间，希望你可以随时在侧。所以讲我这怎么讲？阿爸阿婆死的时间，你会叫吗？其实他怎么舍得我们哭呢？应该是不舍得。而且都是两台音的奉献搞到声音的奉献是冇可能。而且两个故事拢行业头的声音讲，
沈英才知道说，哎，其实上一代有很好的文化是莫恐龙的事情。我想请问在什么问题啊？就问叶老师啊，就讲啊，到底吼用办法，因为你还有做税务的公务人员的工作，有印象的写出这个动情重要的一种文学作品。那两件事情从两个行动到底两个相大呢？哎，那大概就是演讲的时候哈，大概问这样问题，哈，他是做税务的，税务跟文学好像不太一样吧？其实我大概本人督导了这个问题。其实哈，我这个想法是讲，因为我白天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数字。我觉得我自己要很理性，而不是也是在怎么讲说，我面对文字，我觉得非常感性，要非常的感性。但是其中小一件事情讲，其实我写文章的时间哦，虽然讲都无限哦，因为我白天的时候真的是工作，非常的忙碌，俺不太会时间呢，就是要利用时间来写作。我常常就是鼓励很多的有上音啊，其实也是鼓励我自己，想要写时间哦。俺爸爸、俺妹妹、俺妈哈，就是规定你一定要写台词，当夜写几道台词上走得出去。我后来从中得到了成就感。所以俺台时间啊，俺小两种年纪，我觉得说，俺对文学又加盼望啊，又加期许的时间，俺是想讲，其实啊，自己就是一定要坚持啊。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啊，就是说这个一事无成哦，是顺其自然的啦，就是说一技之长哦，是被自己逼出来的。所以我大概来讲，我别去干，哎，要自己很努力的写了多少的文字，要下实在的，年轻人容易。其实跟老师写的时候，原则上书中只有2本哦，那2本就会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的，一本是阿婆的地中坊，那一本呢是你客家心事。好像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你当感谢叶老师来你的节目。来谈那2本书，以及老师当中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和跟老家这一年的一种相处的一种方式了。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做得透过叶老师的2本书，做到请到自家想要了解客家今天就谢谢叶老师到你的节目上来了，大家共访。好，是么？谢谢喽。其实今天你谈了，其实谈到一道。叶國珠係一個行到雙憑當杯作家，佢行定拿定筆，行到一粒又一粒為轉通嘅轉盤當杯，大粒轉盤一轉通，就會跌下來幾隻絲。等佢發現呢個秘密以後，就開始一邊行路，一邊想着下一場詩，下一隻詩應該寫落乜嘢咯？佢寫下來已經老態的客家人，佢寫下來正開始中年的客家人，佢寫下來對城市地位搖搖晃晃的客家後生人，一條客家人，當佢寫落以後，就變到一堆拼圖。未來，佢想要透過文字寫出一張完整的屬於客家人的地圖。